做然後一個彎位。今後在항走，請緊握扶手。印度訂嗰個有咗之後。咁我睇下九堂加埋今晚，咁如果冇乜特別嘅，咁我聽晚就搞翻。唔係我同佢講，因為Friday 佢 OK，因為佢仲有一日禮拜日咧，禮拜夜晚咧，咁嗰個佢即係上打多啲嘅，呢個都冇所謂。可以，我約埋佢咯。好啊。我哋睇前禁17M。
使粒字嘅點解？睇 YouTube 話都係講緊呢一件事啊。係咩？所以我覺得真係幾搞笑啦。之前架八K 都係咁樣嘅喎，我見過啊，有搭過啊。其實咧，如果你 sell 齊經呢一條路嘅話，所以就唔知得唔得佢咯。10月嗰陣時，真係過幾日啊！我之前學校咧就去嗰度啊，三獨屋。咁會唔會 Apple 啊？睇下。Apple？係咪啊？嗰邊係而家9月，明山。而家9月可能開咗咧。這是燕明街。53喺條長途旅行嘅路線。啊！請緊握扶手。咁細粒嘅。其實如果係咁咧，有咩作用咧？嗱，你睇呢架益有先係放大咗嘅，以前嗰架唔係 M。